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觉得自己很谦卑更危险。斯布真，当别人纠正、批评、指责你时，你有多生气，就代表你有多骄傲。路易斯，真正的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高或太低，而是更少想到自己。路易斯，这3句话真是扎心，但还有一句话给我出路：最好的人生就是依靠应许而活的人生。是的，何必看从土而来的不过几十年？当你注重天时，同时也得着了地；当你定睛地时，你将失去天，同时也失去的。愿我成为真正明白神心意的孩子，过存到永远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